作為企業家，你講緊一個新質生產力嘅目標，當然係希望將公司嘅財務狀況改得更友善嘅，揾多啲錢啦，或者呢個係比較直接啲嘅理解。朝住呢個嘅新質生產力，朝住一個嘅新嘅發展嘅話咧，係有好多嘅路啦，好多嘅產品咧，去俾佢哋去轉型。有新嘅概念、新嘅技術，咁都要有人才去配合到。咁因為人才嘅配合，亦都需要大量嘅資源嘅投入。歡迎收睇智庫通。過去我哋咧經常都會聽到升級轉型，咁就係令到更加多嘅企業咧可以創造更大嘅經濟效益。但係近年我哋更加多聽到嘅咧就係新質生產力啊。中央政府嘅工作報告裡面咧都多次提及。咁究竟同過往嘅升級轉型有啲咩分別？點樣幫助到唔同嘅行業有更加好嘅發展？今日就要同3位專家一齊傾下啦。歡迎晒3位。Hello，Apple 你好。Apple 你好。Apple 你好。嗱，一般大眾咧就會諗啦，新質生產力聽落去咧就係都係一啲專業嘅名詞嚟嘅。點樣幫助佢哋就係更加容易可以顯淺啲咁樣去理解到，其實點樣幫助到一啲嘅公司去做得更好咧 ？Stella。嗱，其實咧就大家好似覺得新質生產力呢5個字咧，好似話好新穎喎。近年先聽到咁樣。其實如果我將佢拆解就係新質同埋生產力嘅話咧，就完全大家覺得好容易理解啦。新當然講緊係一啲嘅新嘅產品啦，例如我哋其實近年都見到一啲嘅科技啊、AI 啊咁樣樣。但其實新又包括咗好多嘢嘅，包括就係你一啲嘅創意入邊包括咧就話係你個市場嘅創意。譬如好似就話香港政府近年都推動就話大家係去呢個中東嘅發展啦，咁都係一個新嘅 market 嚟㗎嘛。咁所以包括係新啦。咁創意當然啦，係近年好興嘅 IP 啦，一啲嘅創意嘅公仔啊等等咧，呢啲都係一啲新嘅一啲嘅呢個嘅元素喺入邊咯。咁所以其實咧係呢個新質生產力包含嘅話咧，其實不論係創意、新嘅市場、新嘅一啲嘅規劃嘅模式、新嘅營運模式咧，都係包含喺個新上邊咯。成日都講緊好多嗱，就算我哋從芯片啊，從一啲好基礎嘅一啲產品咧，你都見到佢一直喺度要變更同改革嘅。再加上而家咧，我哋講互聯網時代咧，金融互聯網時代，再而家走入去一個叫 Web 3.0嘅新時代咧，其實變化會更多。我哋認知嘅一啲譬如傳統嘅行業咧，譬如黃金行業咁樣。嗱，黃金行業咧過往都係你都知咧，傳統黃金係4條狗啦，香港最出名啦做黃金啦。咁其實咧喺個質量方面咧，其實全世界都有唔同嘅質量嘅 control 嘅。咁好多時嚟到香港一啲香港嘅提煉中心啦，都有啲比較有品牌嘅提煉中心喺香港咧。佢哋其實唔係所有嘅黃金佢哋喺不同嘅地方嚟做提煉咧，佢哋都會接受嘅。原因係咩咧？個含鉛量嘅問題。咁呢個都係一個質上面嘅一啲嘅 control 咧。生產力就唔單止話係講製造業啊，咁就算係金融業、服務業或者係科技嘅話，其實都要提高生產力嘅喎 ，Simon。喺新質生產力，除咗質量之外咧，我哋嘅人才各方面嘅培育，亦都係帶出另外一個挑戰，因為有新嘅概念、新嘅技術，咁都要有人才去配合到。咁因為人才嘅配合，亦都需要大量嘅資源嘅投入，亦都係資金嘅投入啦。咁我諗新質生產力喺新嘅概念、新嘅質量嘅提升、人才嘅培育同埋資金嘅投入咧，係需要到我哋全部唔同社會各界嘅商界嘅投入。有咗一個大嘅基礎，咁就係個政策喺度啦。咁但係商界又點樣可以去配合整個嘅發展方向咧 ？Stella， 香港嘅商界又做咗啲咩咧？其實香港嘅商界真係做咗好多嘢。其實你見到咧唔同嘅會咧，其實都會搞一啲嘅頒獎典禮。咁其實咧好多人就話：哇，咁多頒獎典禮係咪應該即係參加邊一個咁？咁其實咧主要地方就話，其實每一個頒獎典禮咧都係想就係去表揚啦唔同嘅行業，等大家都明白咩嘢係新質生產力啦，同埋就話等佢哋做咗行一步又好，一小步又好，一大步都好嘅時候咧，都有人去表揚咧，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認受性呢一啲嘅企業咯。喺一眾嘅優秀企業當中，其實發掘得到佢哋有啲咩嘅特色咧？即係其實佢哋都帶領緊成個行業去做一個變化嘅喎 ，Simon。建築行業大家都清楚知道就係比較傳統啦。咁但係如果喺唔同嘅塗料防水塗料，尤其係咁，如果係有日曬雨淋嘅情況咧，可能1-2年就可能會有變龜裂啦。咁但係如果係有一個企業啦，我哋上年亦都表揚咗嘅，就係佢用納米嘅塗層。特別咧，可以令到佢防水效果之餘咧，仲可以降溫，
咁如果喺一啲頭先阿 Stella 都講到，就係中東地帶啦，佢哋建築亦都好多好蓬勃。咁如果我哋用到呢個塗料喺防水而10年或以上都唔會 crack， 用納米嘅技術，咁呢個係質量嘅提升啦。其實喺去年呢，我哋個頒獎典禮上咧都有一啲金融業嘅業界嘅朋友咧都有參與啦。咁我哋睇到嘅咧就係話最傳統嘅實物黃金咁樣。咁其中有個企業咧，佢哋將現有嘅實物黃金咧就融合咗近年最熱門嘅一個比特幣咧嘅元素咧，去製造咗一個紀念金幣嘅。另外咧，亦都見到有其他嘅金融業嘅朋友咧，佢哋咧就喺個系統上嘅提升啦，就係管理系統咧喺我哋叫做呢啲嘅後台CRM 系統咧，可以更有效地咧去接入一啲客戶嘅需求啦，同埋一啲查問啊、查詢啊，包括埋佢整體嘅運作，咁都提升咗喺人手方面咧，就亦都相對地咧，亦都係優化咗嘅。另外咧，我哋都見到咧，香港黃金交易所啦，去打造一個黃金數碼黃金嘅產品。咁我哋相信咧，未來咧，香港黃金交易所喺呢個產品方面嘅投入咧，直接喺香港嘅投入咧，咁我相信咧會有更高效嘅成績啦。有技術有資金，咁要有人才喎 ，Stella。係啊，冇錯啊。所以其實你見到就話我哋由舊年好啦，或者今年都好啦，其實都見到好多嘅一啲嘅家辦咧，係去即係參加呢一個嘅大獎嘅。原因地方咧就話佢真係做咗好多喺人才嘅培訓方面啊。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而家成個即係世界都變咗好多新嘅嘢出邊啊嘛。如果你用傳統嘅一啲嘅投資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可能未必會理解咧，就話以為 Web3 其實係咩嚟㗎？咁你都有啲嘅人才真係識得去定奪，以 Web3 呢一個嘅企業啦，或者係 Web3 呢一個嘅項目啦，係咪值得去投資 ？Simon 咁啊，即係有專業人士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就係佢哋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工作咧？事實上喺新質生產力成個領域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啦、數字化啦。事實上大家都可能喺市面上睇到或者聽到或者已經見到數字人嘅出現。數字人咧，除咗喺你做咗自己嘅數字人之外咧，喺唔同嘅行業咧，可以係用數字人24/7係幫你去做唔同嘅工種、唔同嘅工作。我俾個example 啦，例如直播主播啦。咁我哋而家喺度傾緊呢個新質生產力企業。咁如果Apple 你今日而家喺度做緊呢個直播，咁如果聽日或者係同一時間有唔同嘅節目，你需要上去做直播嘅話咧，咁你嘅數字人就可以幫到你嘅手啦。咁係可以幫到生產力嘅提增，同埋呢個質量嘅提升。新質生產力咧都初步見到成效，見到唔少嘅企業咧，咁喺佢哋嘅行業當中攞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啊。不過都想問下 Rico 啦，咁其實真係整個嘅發展終極嘅目標係啲乜嘢咧？其實作為企業家，你講緊一個新質生產力嘅目標，當然係希望將公司嘅財務狀況改得更友善嘅，揾多啲錢咧，或者呢個係比較直接啲嘅理解。當然我哋成日都講成本效益啦，即係新質生產力咧喺某程度上咧係希望個成本嗰方面咧可以有優化嘅，即係可以通過新嘅技術，又將個成本可以再拉低啲，咁你個盈利空間就自然會大啲。講到咧就係落地啦，點樣令到每一個嘅行業都會可以咧就係受惠得到？真係有冇一啲行業可能我哋諗都冇諗過嘅咧？首先譬如用啲傳統啲啊，譬如好似中醫咁樣樣，咁你知道咧就話中醫其實已經喺香港話咧，其實已經發展好成熟。咁但係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因為中醫應該我去睇醫生嘅時候咧，嗰個應該係老人家嚟嘅。咁咧就同埋真係好傳統嚟咧，就係幫你打脈，即係用呢個咁嘅思維。但係其實而家中醫咧已經係好多嘅新嘅模式㗎啦。例如你放咗一部機嘅時候咧，你擺隻手喺度，佢已經係可以通過你個嘅熱力啊各方面嘅時候咧，已經係知道你身體有啲咩嘅毛病。咁啊，基本已經係知道咗，咁你唔需要特登就打脈啊呢啲咁樣嘢啦。另外咧就係有一啲新嘅咧，就話係戴隻戒指，即係佢已經係而家有啲好多好可穿戴嘅裝置。係啦，已經係聯動咗。咁我有朋友係試過咧，就話係直情係譬如佢琴晚飲咗酒，咁個戒指已經係駁咗去嗰個中醫嗰個嘅部機器上面嘅時候咧，第日就有姑娘打俾佢問就係你身體係咪有啲唔舒服？
或者我覺得而家其實中醫已經唔係我哋之前嗰種嘅模式咯，已經係有好多嘅都係配合住呢個就係新質生產力啦，配合住呢個嘅科技啦等等咧，就已經係去到另一個嘅階段咯。餐飲業咧，咁其實真係見到餐飲業要面對嘅挑戰都唔少喎。咁新質生產力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哋？餐飲業嗰個嘅玩法就更加犀利啦！我記得我曾經去睇過咧，就話係有一啲嘅炒餸機，咁啊只不過係一個人嘅闊度咁上下嘅啫。咁佢已經係可以擺晒你調味擺側邊啦，佢又擺晒啲材料喺度嘅時候咧，佢自動咧幫你炒乾炒牛河啊、點心啊，各方面已經可以幫你做晒。咁大家可以諗下，一部機講緊大概係9萬零蚊啫喎，佢已經係可以24小時咧係幫你去煮餸出嚟出邊。咁你諗下好多嘅即係一啲嘅餐飲業啦，好多時都話我地方又唔夠大，我人手又唔夠。咁但係呢一啲就真係完全可以幫到一啲嘅餐飲業去做。咁我見到其實好多嘅即係餐廳咧，已經係慢慢咧逐步係轉型㗎啦。餐飲業要朝住呢個嘅新質生產力，朝住一個嘅新嘅發展嘅話咧，係有好多條即係有好多嘅路啦，好多嘅產品咧，去俾佢哋去轉型咯。今日再一次咧，多謝晒3位，咁令到我哋咧好詳細咁樣知道新質生產力嘅一個大發展方向，同埋未來咧見到嗰個經濟嘅成效啊！多謝晒3位。多謝 Apple。多謝 Apple。